滿城佛光緣由滿地可佛光山佛光會聯合製作，文秀慧主持，由永固法師主講。好，歡迎收聽滿城佛光緣，我係文秀慧。咁喺直播室現場呢，有我哋佛光山滿地可華嚴寺主持永固法師，師父吉祥。秀慧同所有嘅聽眾朋友，大家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師父又係上課嘅時間啦。咁快啊，好快脆啊！因為我哋好心急想學嘢啊嘛。係啦，換咗新嘅單元啦。嗯一路我記得係之前從佛教嘅常識啦，係經典嘅故事啦，嗯咁到佛陀嘅故事。係我以為聽故事係多啲人中意嘅，係咁冇諗到呢，而家我哋就換名相知咗，多少？係啦，咁都有啲聽眾啦，尤其我哋平時比較遇得到嘅信徒啦，佢係哋都會聽噶嘛，佢哋就話哦，而家好似真係喺嗰度上堂啦，嚇就一個名相一個名相咁樣累積都好好，可以了解好多。好似佢哋今次去紐約嘅講習會係呢，聽翻嚟有啲回響就係，佢哋覺得自己係要再精進啲，因為係哇，東岸好多協會嘅師兄師姐，佢哋喺讀書會嘅分享嘅時候呢，大家都好努力。努力同埋呢，佢哋話唔知道嗰個師姐點樣稱呼嚇，但係覺得哦，佢點解識咁多啲名相啊，由淺到深仲講解俾佢哋聽嚇，嚇咁佢哋好羨慕，嚇，咁所以就咁樣被刺激到啦，咁我哋都要精進下啦。就話呢個名相知多少，佢哋要跟住聽啦。係啦，咁所以就要麻煩師父啦。好，咁我哋就跟師父進入空中佛學院啦。空中佛學院，各位空中佛學院嘅聽眾朋友，大家阿彌陀佛。今日呢，因為喺個7月份呢，所以我又喺金玉滿堂嘅教科書裏邊呢，講法相嘅第5冊第10課，就揀出呢個名相叫做七眾弟子。咁呢個同我哋佛教徒嚟講呢，係至關緊要嘅一個名相啦，因為呢個係講解我哋嘅身份。咁譬如啦，你一個家庭裏邊都有，譬如爸爸媽媽兄弟姊妹，一個家庭都有咁多嘅一個組織成員。咁喺佛教裏邊呢，係由邊啲身份關係嘅人嚟組成結構成一個僧團呢？咁所以我哋講緊今日嘅叫七眾弟子。七就5、6、7嘅七，眾呢大眾嘅眾，弟子咁當然係佛弟子啦。咁喺佛陀嘅教團裏邊，一般譬如喺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回教啊，我哋可以睇得到某些佢哋嘅職務呢，淨係得男眾可以去擔任嘅，譬如神父咁樣。咁身份有啲呢就比較有限制。咁喺佛教裏邊係點樣呢？真係叫做平等啦。對於邊啲人可以加入佛教嘅大家庭裏邊呢，成為佛教徒呢？以性別嚟講，咁係男女二眾。男眾呢，我哋叫做優婆塞；女眾呢，叫做優婆夷。咁呢個係講在家眾。咁出家眾呢，有5種，根據佢或者係年紀啦，或者係佢受持嘅戒律嘅內容呢，咁可以分5種，就係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同埋士叉摩羅，咁係5種。所以呢，佛弟子之中分出家同在家2大類，在家有2眾，出家有5眾，加埋就叫做七眾弟子。不過我都要講，傳統嘅佛教呢係比較係偏重出家眾嘅，咁但係星雲大師佢就一路好努力嘅呢去提倡，譬如啦喺大師最新嘅著作有一本叫做《人間佛教位居佛陀本懷》，有呢本書，呢本書裏邊呢可以講係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所有嘅理論上嘅內容呢完全做一個綜合式嘅一個表達。咁希望大家呢就我哋認識佛教，然之後呢係真正係跟住佛陀嘅
舊義佛陀嘅腳步呢，去參與喺個佛教嘅行列裏邊，唔係話好似分別佛教淨係出家，或者講出家就好尊貴，在家就好業障啊。一般我哋中國佛教傳統上有呢啲分別。咁星雲大師，我哋佛光山嘅開山莊長呢，佢就好反對。大師話佛陀都係講平等嘅，點解我哋要去咁樣分呢？我哋最大嘅差別只不過係受持嘅戒律係唔同，咁所以出家眾唔可以因為自己係出家或者係持戒係比較多比較嚴格，然之後呢就睇唔起在家，覺得在家業障深重。咁在家又唔使話，我哋係在家，我哋唔可以比出家點樣點樣。所以喺佛光山裏邊星雲大師教導我哋係男女兒眾係平等，出家在家係平等，係互相尊重嘅。因為唯有係在家出家共同合作、共同努力呢，先可以令到佛教呢源遠流長咁樣持續可以發展。所以我都要講，人間佛教係真正佛陀嘅本懷。喺佛陀嘅時代，印度教當時嚟講，絕大多數嘅印度人都係信印度教。印度教呢，佢哋從出生就唔平等嘅，係用種姓制度呢，將人分成從婆羅門啦，就係負責宗教部分嘅事務。咁剎帝利呢，就係貴族，然之後吠陀就係一般士農工商。咁最低層呢，係叫做首陀羅，就係奴隸。咁奴隸之中呢，又要分到最低呢，叫做不可觸呢個階級。我都唔忍心講，其實我講嘅時候其實好難受。點解有人係出身就係咁呢？我哋係平等噶。咁就好似佛陀呢，佢見到挑糞嘅尼提呢個人，咁佢就係屬於首陀羅裏邊嘅不可觸階級嘅人。咁佢挑糞，佢個工作係清潔整理一啲糞桶咁佢喺路上，人哋都笑佢，都趕佢。咁佢又見到佛陀喺前邊行過嚟，佢即刻要閃開，要躲起嚟。咁結果就打翻咗嗰個糞桶。佛陀即刻過去將佢扶起嚟。佢好驚佢話佛陀，佢太驚佢講唔出話。佛陀扶佢起身，然之後同佢講：尼提，你同我係一樣嘅。咁所以我哋跟住佛陀嘅本懷、佛陀嘅本意去學習嘅人都係平等嘅。咁凡係嗰啲喺嗰度分別或者自己驕傲又睇人哋點樣嘅嗰啲，真係違背咗佛陀嘅本懷。咁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紹呢7個唔同嘅身份，但一樣都係佛弟子。咁我而家再用啲時間簡單介紹下咁7種身份主要嘅內容。第一個呢係比丘，比丘就係喺佛陀嘅教導裏邊呢，受持比丘戒。比丘戒有250條嘅戒律，大家唔使擔心，包括埋我哋比丘尼348條戒。你唔使話，咁你哋唔係好多限制，好唔自由咩？咁其實我覺得戒律呢，你要知道佢嘅作用係乜嘢？戒律係用嚟保護我哋嘅。你淨係可以講原來我哋係受好多保護嘅，就好似你開車嘅人要遵守嘅係交通規則，交通規則都幾百條都有嘅。但你唔會因為交通規則有幾百條，我都唔識得點樣開車、點樣行路啦，就唔至於咁咯。反而因為覺得我係好安全嘅，我有咁多嘅呢啲原則，大家共同遵守，我先可以受到保護嘅。戒律一樣嘅。咁比丘就係遵守比丘戒，係男眾嘅法師嘅意思。咁比丘尼就係女眾嘅出家人，女眾嘅法師。當然啦，比丘比丘尼係我哋嘅身份，唔係我哋嘅稱呼。所以當你哋見到我哋出家人嘅時候，你唔係話永固比丘尼，唔係咁樣叫嘅。身份係比丘尼，稱呼呢係法師或者講師父都得嘅。永固法師、永固師父或者係固法師、固師父，得一個字都可以嘅。總之你可以知道你係稱呼緊邊一位出家人就可以啦。咁第三個呢係沙彌沙彌尼。咁因為呢要受比丘比丘尼戒，必須係成年嘅18歲以上。咁有啲地方就係講20歲以上啦，不過而家講成年都係18歲。咁總之啦，你未到成年以前嘅出家人仲未可以受比丘比丘尼戒，咁就係受沙彌沙彌尼戒。男眾年輕嘅出家人係沙彌，咁女眾就係沙彌尼。
咁佢哋受嘅髻呢係沙彌尼係10條髻。咁第5種呢係視叉摩羅，視叉摩羅係女眾，其實佢已經係等於係個出家嘅生活，只不過呢佢仲未剃頭，仲未落髮啊。因為呢女眾出家，佢要差唔多2年嘅時間，有一個適應期，有一個觀察期。因為譬如啦，呢個女眾佢曾經有個家庭啦，咁而家就簡單啦，去醫院照下就知道有冇懷咗 BB 啊。咁喺古代唔知嘛，需要1-2年嘅時間確認佢呢方面係完全冇嘅，咁先可以出家。所以佢過嘅係出家生活，但佢仲係個在家嘅樣。咁佢哋受嘅呢係叫做落髮戒，咁係視叉摩羅，等於我哋講嘅學法女。咁啱啱介紹嘅出家嘅呢5種身份，在家呢優婆塞、優婆夷就係受咗3歸5戒，在家居士就係優婆塞，在家女居士就係師姐啦，就係優婆夷啦。呢個係我哋所講嘅7眾弟子。咁我希望我哋聽眾朋友啊，聽完咗之後就知道，哦，原來喺佛教雖然在家出家男眾女眾有身份唔同，但係呢學佛成佛嘅呢啲佛乘啊，本自具足呢都係平等嘅。喺呢度祝福大家，阿彌陀佛。唔該晒師父。阿彌陀佛。喺佛堂咧同埋學佛咧真係好平等啊。好似一家人咁樣嘅。係啊。你睇近排我哋有咁多活動嗬，我哋去紐約去講習會，啱，大型去講習會啦。我哋青年啊，而家喺台灣喺山上，啱啱就報道青年大會啦。個小朋友嘅夏令營啱上個星期就完咗，哇！從大人、青年、小朋友全部都好似一家人喺呢度，係一家人係好開心啊！我尤其細路哥嘅夏令營，聽講我哋玩得好開心，同埋學到好多嘢添。係啊，同冬令營嚟講呢，人數又多咗，咁啲課程唔同呢，啲家長亦都睇得好開心。希望下年多啲人報名添啦，仲更加開心。其實我覺得細路哥嚟佛堂真係好好。佢哋可以變乖，又學到好多嘢。係學到嘅真係唔止係佢哋上堂嘅內容，我覺得同小朋友互動啦，同啲哥哥姐姐、老師互動啦，又識得禮貌啦，團體嘅生活添。係啊，乖好多嘅，啲家長都好開心。係咯，大家如果聽到嘅話，下年就帶埋你哋嘅小朋友嚟報名咯。可以嚟睇下我哋嘅中文學校。係啦，中文學校呢應該係9月初就開學，咁然之後就會籌備冬令營啦。一步一步嚟。係咁啊，因為夏令營啱過，個個細路哥都好開心。咁師父今日嘅人間姻緣，亦都會介紹一首好得意嘅歌俾佢哋聽，係嘛？呢首歌呢喺夏令營裏邊呢，小朋友表演嘅其中一首歌，就叫做1、2、3。我哋就聽一首師父為我哋介紹嘅好得意嘅歌，1、2、3。1、2、3到台灣，台灣有個佛光山，佛光山上風景好，有樹木，有寶橋，有觀音，有地藏，接引大佛最雄壯。
好歡迎繼續收聽滿城佛光月123到台灣，我哋啲佛青就去咗台灣啦，已經真係嗬。係啊，咁佢哋喺台灣，其實因為而家個 Line 呢種好方便，或者係 Facebook 就好快可以睇到佢哋，哇，真係好熱鬧。其實佢哋一路咧係經過日本去參訪，又到台北啊，向南行咁樣。因為佢哋係幫帶夏令營嘅小老師嘛，咁所以日本呢前後話係3日，咁其實可以1日遊就全程去遊嘅呢，就喺京都1日，咁睇佢哋都應該係覺得好值得啦。應該係啦，希望我哋學多啲嘢就帶翻嚟滿地可，冇機會去唔得閒抽時間去到嘅其他佛青啦。係啦，不過我就聽喺大阪嘅法師好讚歎佢哋嘅，係啊，佢哋又譬如唔係好似一般青年嗬，喺屋企就等住一般叫做茶泥伸手飯泥張口嘅嗰種，好似公子係啦，要人服侍嗰種嚇，佢哋好獨立。佢哋係從朝早6點鐘起身，因為掛燈喺大阪道場、大阪佛光山，朝早6點起身，然之後就要去幫，譬如2個人去我哋叫行堂，行堂就嗰啲碗碟啊，去幫手準備啦。其他嘅就去睇下個庭院。因為我哋大阪嘅道場呢，有個好靚嘅日本庭院，就要去整理下，去掃地咁樣。咁7點鐘就食飯啦，食完之後要去洗碗啊、抹台啊、掃地啊。咁然之後8點鐘就出發，搭電車就去京都，去阿拉斯啊嘛，廣東話叫做嵐山。咁同埋清水寺啊、天龍寺都係好有名嘅庭院嘅地方。然之後就翻到台北啦，總本山啦，去仲未去，佢哋會去台北先去總本山。係啦，今日先到嘛，佢哋之前就從京都，然之後就到台北道場，咁又可以去台北101，好開心，又去睇夜市啦。呢個係要去睇下，值得睇。咁一路啊，經過台中啊，同埋南華大學啊，先翻到山上。所以今日呢，其實佢哋今日先到山上報道，聽日就正式會議開始啦。不過青年嘅會議呢，開會同我哋大人相比就比較活潑啲咯。始終都係年輕人啊嘛。係。不過佢哋出門前呢，同上主告假，我提佢哋話呢個係一個國際性嘅交流，來自世界5大洲所有最優秀嘅青年代表喺嗰度，所有嘅譬如翻譯都係青年。各種語言嘅翻譯咁各種場合，唔管係會議啦，或者係分組啦，或者係節目啦、佛光之夜啦、歡迎晚宴啦等等呢啲，所有都係各種語言嘅司儀 MC， 咁佢哋要去學咯。好多觀摩嘅。我覺得除咗我哋啲佛青好開心之外呢，最開心係你父母，因為佢啲細路哥可以學到好獨立，同埋識好多嘢。係，好似今次呢，譬如上個星期就。我哋講夏令營咁夏令營係小朋友4歲至差唔多10零歲，咁啲大連嘅小隊輔啊，就呢個好似 team leader 咁樣嚇，咁呢啲都係青年團嘅年輕人啦，咁佢哋幫手都要培訓佢哋一路咁樣，咁到圓滿嗰日呢，啲家長嚟接佢哋喎，啲家長好。我只喺嗰度睇佢哋，因為有一個慶功晚宴啊，晚餐啊，哇！啲家長一齊食飯，就一路好似好欣賞自己嘅仔、自己嘅女。咁有啲家長仲話：我要佢家姐一齊嚟啊！見佢細佬學咁多嚇，咁就好滿意嘅樣。好幸福嘅細路哥。咁我哋傾下師傅，我哋要介紹下個單元，如果唔係聽眾要 complain 嘅啦。呢個因為係好受歡迎嘅單元，迷悟之間。係啦。咁呢一篇迷悟之間呢，我哋選嘅呢都喺第一輯嘅真理的價值裏邊嘅其中一篇呢，叫做觀念播種。咁都係由黃兆強居士幫我哋去讀誦釋雲大師嘅著作咁樣，所以或者我哋聽下先嚇。咁我哋轉頭翻嚟先繼續慢慢傾。觀念播種，人嘅一生成敗嘅關鍵好多，觀念嘅對錯正邪係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有啲人一心只想賺錢，
喺佢嘅觀念裏邊，金錢勝於一切。佢將賺錢睇得比人格、道義都重要，因為心中只有錢，所以無法成就大事。觀念就好似播種，播啲乜嘢種子，就結啲乜嘢果。好嘅觀念能夠成功致富，成聖成賢；壞嘅觀念只會沉淪墮落，邪惡如魔。好嘅觀念有如黃金珍寶，一生受用無窮。知舉數語如下：人要俾人利用至有價值，人要學習偉大，只能留下歷史。錢用咗嘅只係自己嘅，有錢係福報，會用錢只係智慧。人心中要有偶像，有偶像觀念，只能夠見賢思齊。要做老大，先要懂得做老二；要做主管，先要懂得做屬下；要想收成，先要播種；要想人家對自己好，先要自己對別人好。一個人嘅成長在於觀念嘅健全，隨時調整自己嘅觀念，只係進步之方。觀念嘅善惡，亦都係處眾嘅根本。能唔能夠發揮善嘅力量，就要睇佢能否喺觀念上令大家接受啦。觀念就係財富，佛教嘅教義都係發財。過去經常被曲解，殊為可惜。如果我哋能夠深入認識、了解，以佛法做基礎，建立正確嘅觀念，進而如法奉行，將會係一生受用不盡嘅法寶。例如六波羅蜜中，布施看似吸引，其實係自己發財之道；持戒看似束縛，其實係自由平安之道；忍辱看似吃虧，其實係做人便宜之道；精進看似辛苦，其實係快樂成功之道；禪定看似呆板，其實係活潑安心之道；般若看似聰明，其實係內心明理之道。再如五戒，不殺生係不侵犯別人嘅生命，不偷盜係不侵犯別人嘅財富，不邪淫係不侵犯別人嘅身體，不妄語係不侵犯別人嘅名譽，不飲酒係不侵犯自他嘅健全。持守五戒就係體現自由民主嘅真義啦。世間上任何事情都在於觀念嘅一念之間，學習好嘅、善嘅、美嘅一念，咁人生就自然富有。每日喺思想上都能夠大死一番，對自我品德嘅增進必定有所助益。人我相處必須靠道德嚟維護，道德觀念有幾重，人格就有幾高。凡事都往好處想嘅觀念，係人際相處嘅潤滑劑，亦都係為人厚道嘅根本。一個人如果能夠從自己內心製造光明嘅認識、芬芳嘅思想、潔淨嘅觀念，生產陽光、花朵、淨水一般嘅語言，與他人共享，必定能夠擁有一個真善美嘅人生。
人間福報2000年6月7日。哇！真係好好聽啊！即係人嘅觀念真係好重要啊！錯咗個觀念就可能會有錯嘅選擇啊，何師傅。所以講，我哋都可以講話一個人嘅命運啊。咁命運點樣，其實係由觀念決定。係，所以一個人嘅成敗，一個人嘅行為嘅對錯，所有我哋從大師呢篇文章裏邊都可以學到好多嘢。不過喺呢個時候選出呢篇啊，其實我係諗，因為而家如果聽眾朋友翻我哋滿地可佛光山華嚴寺嚟呢，一上二樓即刻知道唔同啦，知道咩事嘅啦。因為而家我哋展出係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全球巡迴展嘅一部分嘅作品。咁當然我哋嘅收藏係唔止咁樣，不過限於個地方場地嘅問題係啦。咁所以只有係喺大殿裏邊。咁部分嘅長廊一路到第一間課室，因為其他課室我哋都要保留，有其他上堂啊、開會啊，咁所以就將呢部分呢攞出嚟做一個展覽嚇。咁我相信大家睇呢啲字嘅時候，一定有好好嘅觀念嚇。我都行咗一圈，哇！覺得原來星雲大師真係好多好多作品。或者呢，因為今日時間關係呢，我哋可以將譬如因為下個星期都有閱讀人間嘅單元嘛，我哋再慢慢傾，我哋再嚟閱讀星雲大師嘅一筆字咁樣。好啦，咁就同大家講下，我哋7月17有個大法會，大悲懺法會係啦。咁呢個係提早要過觀音菩薩聖道紀念日啦。不過我就提醒大家，譬如7月31號都有一個盂蘭盆法會，係上晝10點開始，咁下晝都有3次繫念嘅法會。提醒大家，如果你係隨喜參加法會，我哋隨時歡迎。咁但如果你要登記功德啊、排位啊呢啲嚇，超前排位係啦，要提早登記，係咯，方便我哋做嘢。係啊，我哋可以慢慢寫，咁專心咁寫。咁好啦，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晒師傅，阿彌陀佛，亦多謝大家收聽。咁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哋節目呢，可以遊覽我哋嘅網址3w.ibpsmtl.org。咁我哋嘅查詢電話係514-721-2882。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